咁同 sin 有關嘅公式咧，就有一條叫做面積三角形面積就係2/1 AB sin theta 啦。咁就有機會關事嘅。咁佢即係如果用面積去計咧，咪呢三個面積加埋就會係一啲嘢咁樣。咁呢個潛在住 OS、OT 同 OU 啦。咁其實同 OI 有關嘅。咁我哋可以先計咗 OW 同 OU，跟住就再拆咯，係咯，即係 OI 就 OW 加 OU，然後 OW 就再拆咗 OS 同 OT 嘅。咁我哋首先計咗成個圓形嘅三角形嘅面積先啦。OK，denote R 就係嗰個 circumcenter 嘅 radius 啦。咁 S 就係呢一份嘅面積啦，咁 S 就會係1/2 R square AB sin 2 alpha 啦。咁 T 咧就會係1/2 R square sin 2 beta，U 咧就會係1/2 R square sin 2 R 啦，就係呢隻角啦。咁我哋解決咗三個面積，咁跟住我哋試下用呢條式 UI IW 嗰個比例咧，就計到嗰個 OI 先，係啦。咁跟住 OI 咧就會係 S 加 T， 即係 UI S 加 T 啦。S 加 T 嘅比例就成 OU，S 加 T 個比例成UI， 調翻轉 S 加 T 係呢個 S 加 T 就成 OW， 咁 U 咧就成 OU 啦。跟住分母就 S 加 T 加 U 啦。個分母三嚿嘢就同最後答案都係分母三嚿嘢有啲似啦。好，咁跟住就 OW 我哋呢度冇嘅，我先試下拆啦。OW 咧就應該係S 同 T、OS、OT 嘅關係啦。S 加 T 跟住就 SOS 加 TOT 除 S 加 T 就加 UOU，S 加 T 加 U 啦。好，咁跟住就約咗啦，好順利喎。就會係 ST 同 U 係面積嚟嘅，咪都係 SOS 加 TOT 加 UOU，S 加 T 加 U。好，咁就代翻晒啲面積落去啦。咁一樣嗰啲我哋約咗佢啦，即係1/2我哋唔擺落去啦。R square 分子分母都有啦，唔擺落去。咦？咁咪即刻出答案咯？咁唔得。1/2 R square sin 2 alpha OS 加1/2 R square sin 2 beta OT 加1/2 R square sin 2 R OU， 咁啊除1/2 R square 括弧 sin alpha 加 sin beta 加 sin R， 咁啊約咗就直接出答案 sin 2 alpha OS 加 sin 2 beta OT 加 sin 2 R OU， 分母就係 sin 2 alpha 加 sin 2 beta 加 sin 2 R 啦。好，搞掂。